韓國濟州牛來之路 Day 2，今日行呢路段第9段，天氣預報呢話有機會落雨，希望呢今日一切順利啦。今日出師不利，一開始已經搭錯兩程車。今日第一個重要行程就係上金山啦。一開始連續上坡，攞咗我半條人命。不過一上到頂就見到咁可愛嘅小馬蓋章點，乜都值得返。一路向前行呢，就會上到山頂嘅最高點，上邊一覽無遺，簡直有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。一路行嘅時候呢，都會諗真係自己不復當年勇。而家一路行唔係怕抽筋就怕拉傷。不過有唔同嘅就係後生嘅時候會盲目衝向目的地，而家就會放慢腳步，欣賞周邊嘅美景。就好似而家咁，我會用新嘅角度去欣賞宏偉嘅三房山。大家有冇發覺韓國啲餐呢特別多配菜，而呢一餐呢，每一個配菜呢都唔好食。冚完最後一個章呢，喺附近好好放鬆一下，望住海邊夕陽，聽住海浪聲發呆，用休閒嚟好好獎勵辛勞嘅一天。